Claude 今個星期4月7日推出一個最新嘅叫 Claude Mavericks 系，去打破晒所有以嚟咁多個 model 最勁抽之處嘅計算嘅方法。佢厲害之處就係喺數學裏邊嘅 code 裏邊嘅程式，佢有93.9%，亦都喺數學裏邊亦都高出咗 OPUS 嘅97.6%，而佢網絡攻防即係話 password 同埋佢嘅密碼，亦都而家軟件暫時唔對外公開，佢嘅軟件只會直接同亞馬遜、Google、Apple、Microsoft、Nvidia 一齊搞咗一個叫 Project Glasswing 個 project，我哋幫佢哋研究佢裏邊嘅 software 流動，而佢裏邊最犀利之處已經揾出咗其中一個叫 OpenBSD 一個 software 裏邊，佢裏邊有27年咁耐都未揾得到嗰啲漏洞，佢都揾得晒出嚟。另外一個叫 FFmpeg， 即係我哋平時做片都好啦，佢揾咗16年以嚟所有嘅漏洞，即係嗰啲黑客可以喺裏邊可以揾到直接 hack 你部機嘅原因，佢都揾到晒出嚟。呢個最犀利嘅軟件，佢有自我意識嘅，咁即係話俾你聽，佢會識自己講大話，亦都會扮蠢。即係話俾你聽，佢如果你問到啲問題，佢會驚你太叻個頭，佢會自己扮蠢。咁呢個軟件而家暫時唔公開嘅，但係我諗未來就會好快公開，亦都係當佢推出街市場嗰陣時，曾經有一段時間華爾街市場係令到突然間市場上係跌咗10%至20%個股價㗎，所以我覺得未來大家一定要留心呢個軟件。